南海區人民法院今日對小逾月案嘅被告人胡軍作出一審宣判，胡軍因犯過失致死罪，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。公訴機關指控，2011年10月13號17點幾，被告人胡軍駕駛機動車喺南海廣旗嘅廣佛五金城內，因為過失致人死亡，其行為應當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。被告人胡軍及其辯護人對犯罪事實冇異議，但辯稱被告人嘅行為應該構成交通肇事罪，並請求從輕處罰。南海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，被告人胡軍喺公共交通管理嘅範圍內駕駛機動車輛因過失致人死亡，其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。被告人胡軍犯罪之後自動投案，如實供述咗自己嘅罪行係自首，而且案發之後賠償咗被害人嘅部分醫療費，依法對其從輕處罰。依照刑法嘅相關規定，依法判決被告人胡軍犯過失致人死亡罪，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。佛山電視台綜合報道。